嗱，買樓放租，再等租客幫你交按揭同埋交管理費，聽落好似好理想。但係短租同長租就各有優勢。到底短租係咪一定高回報、穩賺唔蝕呢？嗱，如果你未有清晰嘅概念，今次呢條片就可以幫你拆解。嗱，首先講現金流，長租一般係指6個月至1年，甚至更加長嘅租約。嗱，最大嘅好處就係現金流穩定，空置風險低。以倫敦為例，作為全球嘅金融同埋文化中心，人口龐大，樓市韌力強，長期增長潛力好。倫敦平均嘅月租咧就大概2100磅，高端地區例如 Kensington 同 Chelsea 嘅租金就更加高，超過3500磅。根據仲量聯行嘅研究報告指出，雖然租盤按年增長8%，但係依然滿足唔到當地需求。預計去到2028年嘅租金累升幅度可以達到18.8%，顯示租金有穩定上升嘅空間。另一邊廂，正常嘅租務市場嘅空置率就大概係4%左右。但澳洲因為移居嘅人口持續增長，同埋當地嘅住宅需求緊張，空置率已經連續幾年維持1%水平，反映租務市場非常強勁。業主嘅出租風險咧，亦都相對地低。第二，靈活性。短租喺靈活性嚟講係有明顯嘅優勢。利用 Airbnb 等等嘅平台，業主係可以根據季節、節日調整租金。好似日本嘅櫻花季同埋淡季嘅租金差距就可以達到3成。又或者杜拜唔想喺淡季空咗間屋嘅話，係可以減價吸引租客。相比之下，長租就冇咁彈性啦。尤其是喺英國最新嘅租戶權利法案，加強咗租戶嘅保障。但係業主調整租金同埋終止租約嘅限制就會多咗。第三，牌照監管。短租雖然好吸引，但係牌照同埋監管都係一個大挑戰。好多地方咧，因為擔心短租會加劇咗房屋嘅短缺，從而限制咗短租嘅日數，同埋執行更加嚴格嘅監管。例如倫敦1年只可以容許短租90日，日本東京嘅中央區只准週末去營運民宿。澳洲嘅 Victoria 就會更加徵收短租稅，令到短租成本上升。呢啲嘅規定令到短租都唔係咁容易經營。最後，管理成本，無論長租定係短租，業主都要定期檢查同埋維修，減少突發維修帶嚟嘅成本。短租嘅管理就更加繁複，每次租客退房都要清潔，隨時要應付啲麻煩租客添。當然唔少業主會揾管理公司幫手，但淨利潤自然會被壓縮。最緊要嘅係做好背景審查，尤其是係租戶權利法案之下，遇到租霸損失會好大。總括嚟講，做長租定短租，好視乎你嘅投資目標同埋時間成本。精明嘅業主其實早喺買樓之前已經做好準備功課，針對性咁選擇合適嘅地段，同埋會用長短租嘅策略。例如旺季就做 Airbnb，開學嘅季節就留翻俾學生，將層樓嘅價值最大化。所以唔好單單俾表面嘅高回報率去吸引，要全面去衡量現金流嘅穩定性、靈活性、監管風險同埋管理成本，先至可以揀到最啱自己嘅出租方式。最後提醒大家，揾一個專業又可靠嘅地產代理係好重要。佢哋唔單止可以幫你揀好物業，仲會幫你處理租務管理同埋市場分析，令你慳水慳力，減少風險。有好嘅夥伴，投資路上就更加穩陣。記住，成功投資唔係靠一個人，而係靠一個好團隊。To buy or not to buy non-local off-plan properties, assess the risk before you buy. 境外樓花買唔買，計過風險先好買。